跟住係14年四川理第4條啦，又係嗰啲 inequality 嘅性質問題。咁題目就話，如果 A 大過 B 大過0，C 細過 D 細過0，咁啊問你下列哪個啱呢？咁樣。咁我哋都係採取代數嘅方法去做啊。咁但係代數嘅時候咧，我哋要注意啲嘢。點解咧？因為一陣間我哋 check 嗰啲 option 嘅時候咧，佢係涉及除數嘅。咁我哋為咗即係除出嚟嘅數靚啲咧，我哋就要好小心咁挑選我哋嘅 number。咁 A 假設係求其一代4先啦，B 又代2啦。喂，咁 C 同 D 代啲咩咧？C 代-2啦，咁 D 代-1啦，咁樣咯。喂，咁呢個時候開工啦喎。嗱，option A 除 C 即係-2啦，B 除 D 等於-2啦。兩者可以等於喎，咁所以 A 同 B 即刻查走晒。喂，跟住 option C 啊，A 除 D 即係-4啦，B 除 C 即係1。喂，一係大過-4喎，咁就 C 又錯啊，咁 D 又啱啊，所以咁啊搞掂啦。